歡迎收睇旅遊書意外。西九龍中心已經擁有真鮮同埋元氣，今日仲開埋第3間壽司店，就係 Hama-Sushi。佢嘅位置就係西九龍中心嘅4樓，跟住地板嘅指示就可以去到啦。Hama-Sushi今日開張喎，可以入嚟睇下，即行住坐。Hama-Sushi 有超過100款壽司可以選擇，喺片中我哋細分幾類同大家分享一下啦。首先係鹽挑7選，當中嘅海膽軍艦22蚊，性價比算係高。除咗薯條，焦糖芝士沙律扇貝呢款都幾啱小朋友。仲有兒童套餐，食完之後可以有代幣出去扭蛋。鵝肝壽司以及白身魚海鮮海苔包，每款都係17蚊。反而我最鍾意嘅蝶魚裙邊只係12蚊，魚油好豐富啊！另外我覺得幾抵食嘅就係呢款天婦羅拼盤，有7件咁多，只係27蚊咋。吞拿魚3食都係17蚊。甜品有咖啡果凍配雲呢拿雪糕。落單可以用平板電腦，每款菜式嚟嘅時候都會有名稱顯示。另外喺運輸帶旁邊嘅螢幕亦都可以落單。用餐嘅位置就有吧台，但幾個朋友坐埋一齊都會俾紙板隔開。坐卡位當然比較舒服，排隊攞籌嗰陣時記得揀啦。豉油佢有5款，其中4款係唔同嘅日本地方口味。另外仲可以喺螢幕揀減鹽豉油。消費金額會直接顯示喺個螢幕上面，唔使等店員過嚟數碟。新店開張，每位客人都有環保袋送，食夠180蚊仲會有茶杯1隻，不過數量有限，送完即止。Hama-Sushi 嘅營業時間係朝早10點半，夜晚9點9就last order。希望大家鍾意我哋呢條片，記得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啊！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